会使咯吼。会使。好，大家平安。今仔是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51回。今仔日咱的主题是台湾学生德国起厝欧洲影视历建筑10项专能竞赛。今仔日最欢喜是邀请到咱阳明交通大学2位学生哦，少年兄哦，少年姊来甲咱分享因即摆出国去欧洲比赛的一寡经验。这是外口听袂到的，因为大部分咱若是有电视，还是讲广播的采访，较少学生的角度，所以咱今日真欢喜，就是邀请到因嘿。咱2位讲者呢，一位是王武维，一位是阿勇吼，张元勇。武维伊即马是阳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结交阁有工程材料组的硕士班的学生2年。若是阿勇，伊是阳明交通大学百川硕士的学士的学位学程吼，大学升4年。等下咱先请咱的主办单位，就是咱台湾文化论坛的创办人，就是梁光兄，阁有陈瑞先生来甲咱简单讲几个句仔话，刷落来，咱就会邀请咱今仔日的讲者，甲咱讲1点钟，上落尾会有20分钟，互大家做伙来提问甲讨论。安尼即马的，请咱的梁光兄来甲咱讲几句仔话，多谢。大家好，我是郑良光，我即马人住伫洛杉矶吼，阮即马是透早7点啦吼。今仔日真多谢阿关会当替咱即个筹备即个节目吼，伊真无简单吼，去按瑞士去到德国，拄着即群少年家吼，佮用台语吼直接甲因讲话，邀请因来即个咱的论坛来分享啦吼。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的宗旨就是讲要用台语来论咱台湾各方面的即个文化啦吼。我感觉这真重要，因为即马台语的问题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讲咱欠使用台语的平台啦吼。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咱毋定请到遮的2位大学生少年家会当来到咱的而且吼，因要过来讲用即个要哪用即个绿能建筑的即种的遮个代志吼，所以我是真期待吼，听因讲因的台语是安怎讲，因为诚济咱即个新的文化吼，新的科技吼，咱台语敢会当对着遮个现代的科技、现代的即个文化演进来进步吼，这上主要的我想是。咱爱有机会通用台语来解说来介绍，所以今仔是真好的机会，所以我真期待，好，多谢。多谢梁光兄，安尼咱即马请台湾文学家陈瑞先生，就是吴景如博士医师来甲咱讲几句仔话。好，多谢中秋节大家欢喜吼。今仔实在是真感谢阿关甲2位少年的吼。我想今仔即个办理起来吼，真正表示讲，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功能吼，有像咱大家有聊安尼，会当甲世界无共所在、无共文化的物件，甲揪做伙用咱台湾的语言来讲话吼，来讨论吼。我特别要佮讲，甲大家提醒一摆吼，咱即个论坛吼，毋是学术演讲吼，也毋是学术学习，咱即个论坛吼，就是连线啦吼，开讲吼，讲咱的生活的台语吼。多谢大家，多谢阿关，多谢2位。多谢陈瑞先生。咱今仔日斗相共，咱来会仪式吼，带咱斗开门，阁有录影处理诶，是台文通讯总编辑苏正宪兄，正宪兄真客气，伊讲伊毋免讲话，安尼
多谢正贤兄。好，啊，若有较慢入来的朋友吼，咱即马是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51回，咱今仔日要来请两位学生来讲，因去欧洲、德国去处比赛得奖哦。所以咱即马刷来60分钟，就请咱两位讲者开始来甲咱分享因宝贵的经验，多谢。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王伟，即马是阳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的学生，自我大学3年的时阵参加 TDIS 这个团队，主要是负责工程的部分，像讲是工程进度的安排机械的使用，基地的管理。过德国比赛时阵是按班的领班，就是要处理现场安全施工顶悬大大小小的问题。去除了，就是甲阿龙共款，是负责甲游客来介绍台湾厝。超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当来到线顶，甲大家分享出国比赛经验，过程算讲是足特别的希望大家喜欢今仔日的内容。好，大家平安，我是阿勇，即马是阳明交通大学发传系大学4年的学生。因为我关心地球的永续发展，所以为大学1年的时阵开始加入这个团队，哪做哪学。伫拄头开始的2年，我是媒体甲教育小组的成员。负责处理阮的社群媒体写新闻稿，阁有办好囡仔的教育活动。伫德国的时阵，我负责管一个20尺的家私货柜。无论即摆是要扫地机，是要钓牛，还是挑还是要装玻璃、装厝顶，我的任务就是伫上紧的时间内底找出需要的家私，规工拢伫工地内底拍拍走。伫正式比赛的时阵，我主要甲阿伟共款，踮伫阮的台湾厝，甲所有来参观的民众介绍阮的作品，阁有做国民外交。参加这场比赛所有过程，拢是我大学生活当中一个足重要的回忆，所以非常欢喜今日会当来遮甲大家开讲。好，阮即摆参加的比赛号做 SDE，就是 Solar Decathlon in Europe，意思就是欧洲杯的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是源自美国的能源局的一个想法。所以因伫2002年的时阵，伫华盛顿 DC 这个所在，第一摆主办 Solar Decathlon 这个竞赛。伊分做10个项目来，互学生来设计一间厝，而且要家己起起来，通过学生家己去观察社会议题，去设计一间会当简便生活的厝。所以讲阮拢讲，这毋若是建筑，是一个阮咧看都市，看社会材料技术，足全面的比赛。伫这10几冬来，已经变做全世界的规模。像阮即摆参加的，就是第5届欧洲杯赛。即摆呢是阮 TDIS 参与 Solar Decathlon 这个比赛第3摆。伫8年进前，阮着用兰花厝伫法国摕到4个奖项。伫2018年的时阵，阮行去中东，为沙漠这个困难的环境内底，抱倒来2个重要的奖。伫2022年的这个欧洲杯呢，是 Solar Decathlon 竞赛的20周年。即摆的比赛甲以前是非常的无共款，因为这是头一摆甲都市当作是比赛的主题。就亲像阮即马伫导演片顶悬看到的，前联合国秘书长有讲过，阮若是要渡过即马地球的难关，迄成败吼就伫城市内底。所以咧，伫即个目标底下，阮所有的队伍拢必须针对即马国内也是国际都市重大徛起的问题，提出会当真正伫都市实现，嘛就是高成本的创新设计。为什么都市会遐尔重要呢？遮就一个数字要报互大家知吼。都市大概只有占差不多全地球3%的陆地，也毋过所开了75%的地球资源。而且根据研究，未来若是我对都市生活住伫遐的人会愈来愈多，所以人类若是想要甲土地和平共存，改善即摆的都市生活，就是介有效嘛上必要的任务。以前即个比赛伫比赛了后，所有的队伍，无论是要甲作品送转去家己的学校，还是国家，拢爱甲作品为比赛现场刷开。也毋过即摆因为高成本即个目标，所以德国因的市政府嘛有甲比赛做伙合作。因决定要甲8个作品当作是 Living Lab 留落来制作3年，互德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学校，阁有参加比赛国际队伍，有一个继续做研究，阁有进行教育推广的所在。非常欢喜 ，TDIS 伫2021年的时阵就有接到通知，
互大会选到是8个里面列的其中一个。所以即马，阮甲其他8个队伍就留伫咧德国，阮的厝就伫遐。啊，到先10月初2的时阵，即个会场会重新拍开，互民众阁会当继续参观。头先讲有讲到阿亮有讲到，即个古斯尔本是即个比赛的中心想法，过来就是大家上关心的即个比赛要安怎比。其实就是10个大的奖项，第一个就是建筑设计，第二个是像我家己咧负责的工程器材安排甲处理，第三个是阮的能源使用敢有效率，像讲是阮的资金源敢有好运用，敢过有浪费能源。过来第四个就是阮的厝敢真正会起会起来。起来了，大家敢买起？当然袂当讲，阮拢用上贵的材料、上歹处理的设计，这就甲古斯尔本头先讲的即个目标颠倒并啊嘛。第五个项目是阮的想法的转达，敢有当互公众看到甲采用，这才是上重要一步嘛。嘛是阿良这段时间一直咧无用的。当然，这个比赛一定会讲到影响甲环保。第七项较简单，就是数字。第八个是阮的厝的机能敢有完善，最后2个是阮对交通的想法是啥，甲阮敢有啥物创新的想法，甲材料。其实规则内面是写甲足深，规定足侪，像讲是空间家电至少要偌大，内面的光线口的光线，啥物拢要规定，甚至讲到为了要证明即间厝是真正会大一个，有足侪测试，这后壁拢会讲到。伫迄种前，阮先来看卖阮的团队是安怎组成来处理即寡问题。好，歹势，拄则电脑跳掉啊。好，即摆阮要来介绍阮的成员。伫介绍成员之前，先回答一个定定互人问到的问题，就是 TDIS 到底是啥物意思？其实呢 ，TDIS 是阮学校内底一个单位，是伫2014年阮参加头一摆的 Solidicast 了后，成立的一个设计科学研究中心。因为即个单位的目标是要解决当代在地佮有即卖的问题，所以阮就用历史来号名。组成 TDIS 的4个英文字，就是伫档案片顶悬看到的，嘛是即个研究中心的特色。即摆阮 Team TDIS 前后总共有50个学生甲老师，嘛因为这是一个足复杂、需要足侪专业的比赛，所以阮的学生来自超过10个系甲研究所。即个大团队甲比赛需要准备的各方面分做5个小组，亲像阿伟拄头开始是伫第2组，在研究工程甲起造。后来转去第5组安排现场的时间，我呢是自头到尾拢踮伫第4组。自然呢，阮设计的时间倒退愈到2019年，为阮2个拄头开始参加即个团队的时阵，阮到底咧创啥？头2档主要就是阮的研究甲设计的时间，所以阮拢为观察开始，阮的社会有啥物款的问题要去解决。个危险的楼厝要安怎处理？徛起的正义、都市的交通，四界拢是厝顶起安全的问题，老人陪伴的问题，足侪想法拢是伫即个时间考虑入咱的设计内底。讲即个时阵嘛咧看世界的经验是啥，是安怎度过即段时间呢？阮即间台湾厝的设计基地是伫台北市的大东区。我阁记得有一摆，阮所有成员做伙伫遐研究甲记录。就真少会甲基地边仔所有的巷仔甲街全部拢走透透，甲所有的观察拢总记起来，就亲像图影片遮顶会看到的。遐大东区迄巷仔真塌到无地行，冷气挂到有够济，拢无效率，这就是遐出现的徛起问题。上拄头开始做的，阮就是观察了好好分析，亲像倒边这是阮一间一间去算，去看卖遐的徛家甲店面偌济。店面阁是做啥物生意的？阮嘛有做交通状况甲车流的调查，阁有遐历史是啥？有啥物产业发展？所以讲头前即段时间是大家做伙
做伙来确定阮的主要设计的方向到后壁才开始像头早讲的分做5个组别。我一开始伫水电工程组内面有人负责咧水电设计，有人做负责网络，有人来控制温度。到差不多1冬前，我转过工程组来研究第一组因设计出来的厝，要安怎甲起起来安怎处理较紧较安全安怎控制时间甲空间。另外，阮嘛有组员咧负责安全的训练，嘛有海运的部分这就是我家己经过这段时间咧做的工课。可能有人会想讲，这是一个主要甲都市甲建筑有关系的比赛，为什么有一个项目是传播甲教育？主要呢是因为永续发展是一个上大的议题，需要政府、需要产业界、需要民众，甚至是后一代囡仔做伙参与，才有法度改变阮即摆的状况。所以，阮即组这2年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无论是伫线顶的，还是实体的，甲 TDS 挂伊的，嘛是即摆咧处理的议题，去找各方面合作，过来造成更较大的影响。应该是看会出来，阮头2冬真正是开足侪时间咧讨论看报告开发市材料即款的逐礼拜拢有小组的会议有诶时阵就像倒手边顶悬迄张嘛会需要甲德国遐伫线顶连线讨论阮的设计敢有合乎规定有新的想法的时阵现场敢有法度配合嘛有足侪阮规个 TDS 团队内面大的会议来互阮交流讲。各组内面诶设计有啥物改变上新诶想法是啥大家敢有啥物建议因为虽然讲阮是分做5组，但是阮诶内容是连做伙诶，像讲是我家己伫咧工程安排诶时阵建筑组逐一个改变拢会影响着我诶安排可能因转一个角度，我诶模型就要改变足侪，所以讲即种讨论对阮来讲真正是非常重要诶。伫准备的过程当中，阮总共爱交7届的阶段专案报告。迄报告的内容吼，规节就要30页。一开始连要看有拢足杂了。要完成遐包山包海的内容，需要所有的小组做伙合作，才会当赛季。所以，亲像即款画了足幼、足水的图，搁有即款总共差不多400-500页的研究报告书，迄概括的范围有够大。所以，阮需要经过一摆搁一摆，迄小组还是跨组的讨论甲调整，才会当完成。虽然讲，我感觉其实每一摆要写报告的时阵，迄拢足忝的、足痛苦的。要交的前3工，就亲像活伫地壳内底。因为讲每一摆的思考甲整理，真正拢互我搁较知影即个比赛，毋是伫咧做一个看起来水水的表演功夫尔。因所有的规定，拢是要互阮会当研究甲设计出一个真正会用字的作品。若是7个专项报告要交嘛有足侪参访甲训练的有过事务所，有过木工厂嘛有足侪演讲，有上迄个结构课，有设计软体课英语即款的嘛有训练主菜另外有一寡考试，像讲大家拢需要迄个一个安全卡低高的驾照我家己嘛是有去上课去考着用作业安全卫生主管到差不多今年的年头的时阵，就开始做材料的准备先甲主要结构以外会当先处理的物件处理你的像讲是木工有的时阵要贴一寡物件做一寡加工安尼。伫同一个时间，阮嘛伫学校的实验室内底，做即摆阮特别设计的一种新的会当感应温度迄变色的泰乳。要2000片的泰乳，拢是阮大家用手工安尼一片一片做出来。有时阵踮伫实验室内底踮到天黑，阮拢笑讲，阮介像是咧化工厂内底做代志。伫休寒过后迄个学期，阮总算是有起奏的实务工课。我阁会记得迄当阵，每一工除了上课，有闲是拢踮伫咧工地内底，就对使做代志，观察因做代志的美甲是啥。顺线赶紧啥物时阵要用倒一款家私零件记起来。无，我惊阮伫德国要起奏的时阵，时间袂赴。若是我会当赶紧记起来，可能阮的工程会当搁较顺，搁较紧。这就是阮伫新德阮阳明交通大学学校内面起奏的部分因为有一寡材料干来当用一摆而且海运需要的时间嘛足长的，阮的货柜差一点袂赴送出国所以伫新德起的时阵无法度完全给起起来
毋过嘛是一个足赞的经验对阮来讲来到德国现场嘛有足大的帮助。伫准备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专业的师会当教阮做代志，嘛有林务局、科技部、教育部、外交部的支持，嘛有台湾产业界的赞助，以及国外有足侪侨胞的帮助，所以阮这群学生才有法度顺利出国比赛。阮拢讲即届比赛其实毋是 Team TDI 呢，毋是 Team TDIS 尔，其实是 Team Taiwan 做伙出去比赛。刷落来呢，经过阮安尼足紧的3年的拍拼，拢总讲煞，阮坐了14点钟的飞行机，就伫今年的9月16到了德国咯。过来就是真正来到德国伏尔塔这个所在，要准备开始比赛。伫正式比赛进前应该是讲比赛头一天办一个游行来宣示讲这个比赛要开始迄阵大家拢是足欢喜的国旗披起来就开始有迄个感觉讲拍拼遮尔久，阮总算是来到这个所在开始有一种为台湾出国比赛的感觉而且阮是亚洲唯一的队伍所以大家心内嘛拢足激动的这个时阵拢会当看到大家足大的笑容毋是但是呢，这个欢喜过无偌久就豆豆消失啦是安尼咧互阮继续听落。这是阮头一天现场的状况，因为这个比赛是真正自头开始起造。头一件代志呢，就是咱确定主办单位互阮的地基敢有正，敢有平。对头一天，阮就拄着一个足大的难关，就是阮的寮伫货柜内底卡掉阮无像大部分的队伍是伫欧洲大陆，所以阮只会使使用海运，甲阮的材料送去德国。毋过今年因为战争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海运价是起了要3倍，所以阮只会当甲材料放较麻，货柜若是会当减一个，就是省一大笔钱尔。所以伫现场要落料的时阵，阮在想讲害出代志现场迄机械伤细台所以无法度一届甲阮一班的材料拢总丢出来。迄当阵大家真正是想破头，迄吊车地沟零号机师甲方法拢在试，连主办单位甲对面铁工厂的人后来拢走出来做伙想办法。亲像正面下骹即张相片，就当知影，迄当阵外口天已经全乌迄5月德国日头真正落山是差不多下暗10点以后的代志。所以迄当阵风足透的三不五时佫落雨，佫足冷，佫天全乌。毋过迄料若是无落来，后壁的代志全部拢无当做。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问题。头一工就是安尼了后，才知影哇，原来工地现场是即落款的。所以后壁就要开始赶紧适应即种感觉。阮的台湾厝只有地基是无用柴，用钢铁做的材料。为着要互四个角拢是90度的。阮开了要规工的时间在对水线，就算是差2-3米嘛要重新搁来。因为讲若是下底差1米，可能顶头的影响是会差2 cm，所以地基若是起了好，起好正，后壁起造就简单一摆。所以阮就开足侪时间在对迄对到准，才会上。遮就会当看到，这是阮主要的材料拢是足重的柴壳是台湾出产的硫酸别队经过的时阵，拢会紧看讲这个柴色较会遮好看遮遮芳安尼欧洲的队伍因的柴通常是较素色真正是逐工拢有人来问因愈问我就愈骄傲安尼到后壁逐队拢知影讲迄个阮台湾队的柴真正是有够赞的虽然讲是足好看足用的毋过真正是足重要刷一块帮拢需要足侪人来做伙来处理。嘛因为阮小物件拢爱为头开始起，所以阮迄较大的机械全部拢摕去做迄人无法度做的代志，亲像要吊牛是啥，迄真正是人无法度做的。毋过会当看到这楼帮8个人出来就会使刷，所以呢，即种工课就是人来做，8个人就是出力甲伊刷好。伫现场除了出力以外，嘛要出头脑，因为无论是吊车的指挥抑是后一步的准备安排，阮所有人拢爱知影现场即摆的状况，甲家己负责的工课顾好，安尼阮规个工程才会当顺利进行。另外呢，因为欧洲对工地安全是介重视，迄规定比台湾严格足侪，所以主办单位因3不5时就会来检查阮迄瓦锁敢有拔好啦，是毋是所有人爬悬拢有穿安全衫，
所以阮嘛有同学是随时咧注意每一项敢有合规定，无阮若是无合规定吼，可能别队甲阮检举，阮着互阮扣分，安尼真正袂使。阮的现场就真正生做安尼工一的时阵，逐个人拢有家己的工课要做足无用的。头几工还有分早班、暗班，到后壁讲，因为阮拢起袂起来吧，袂时间袂赴变做讲全部拢并做伙，变做全部的人七早八早可能5、6点就做伙来到现场开始拍拼赶进度一工做2工用转去到宿舍的时阵已经拢差不多暗时要过10点到德国的时阵，我阁想讲可能会当逐工来做一个影片来记录起来的生活开始比赛了，就发现根本就无迄个气力真正是转去到宿舍洗身躯了，倒落就困去上恐怖的其实迄当阵德国的天气是化变就变，常常阮起床的时阵足冷的，开始做工的时阵阁出大日头，一晚呢吼，迄雷公死若阁落大雨，所以头一工就因为阮天气真正伤歹主办单位就直接喊停，无惊真正会出代志，所以这无稳定的天气就甲阮的工程进度拖甲有够惨，后壁嘛无时间所以大家互满穿的会当做的就赶紧做对吼，阮阁有一工有接到大会安全通知，就是讲迄工下晡可能会落冰甲，叫阮来注意。结果迄工都真正有几个，就是有细粒的迄冰甲烂伫迄大雨内底。迄当阵是5月底要6月时阵，阮拄着冰甲，真正所有人拢戆去。时间呢，即摆阮就来到浙高总算是要起好为着要互台湾厝的起造较方便，材料会当循环利用，而且是永续的。所以，阮的壁毋是灌空苦力，是伫台湾先甲每一道壁拢做好，伫德国就是塌利就好。要毋过，这嘛是足食力的工课。这就是阮头早阿良讲的阮的成员发明的一个会当变色的泰路伫现场就是像安尼8英格一块一块甲锁起来。除了会变色的泰路，阮这两边起的厝顶嘛是阮的地色。伊若设了水呢，伊的箍摆是设计23度，所以伫顶头装迄太阳能板会当有上好的发电效率。也毋过呢，就因为要伫遐做代志，迄伤起所以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嘛因为安尼，所以其实其他差不多80%的队伍，因拢是选用平的厝顶，就互阮的厝顶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差不多有4工还是5工是规工伫厝顶根本就是住伫顶悬顶房装玻璃、装铁皮头前阁想讲真心色嘛是真正是真趣味到后壁就发现落雨时阵会变作骨足恐怖的大日头的时阵嘛是足痛苦的。有一工我伫厝顶装迄个太阳能板我透早看天气可能会落雨，拢乌云安尼，我就雨满穿的，内面是迄个长袜外套安全衫穿的就到厝顶结果到中昼的时阵目睭呢云拢无去日头足炎的原本想要换衫，毋过迄个安全绳拢拔掉，要烫麻烦就刷去结果我到下晡就着刷讲到这一定爱感谢遐个交部委员自头到尾拢咧甲阮斗3工迄工Sherman伊个开车送我转去宿舍休困互我加油真正是足感谢的这是另外一个阮拄着足大的难关因为阮咧处理阮的玻璃空间的时阵，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倒手柄这张相片阮差不多着了3、4工的时间咧想要安怎处理迄工阮是甲师傅做伙一直处理到天乌甲迄个甲伊处理好锁死隔工早班的领班来到现场看着即个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啦伫现场直接激动到目屎流落来安尼这就是阮总算会当处理玻璃的部分就是大家一人占一位一块一块甲锁好安工一个时阵下骹其实嘛咧做装潢铺外口的地板开始有迄种真正有要做了的感觉。过来呢，这机电工程就是一间厝的心脏甲血筋，互厝会当活起来，人会当用，是最重要的部分。毋过因为阮伫新店无试过，所以最后拢是当场咧改设计当场咧做。即摆阮有2个水电师甲阮做伙去，毋过因到德国2工了后就较紧所以就剩2个学生咧动的。拄着问题，只会使就是敲电话，也是翕相来问，因为工程还是要继续，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要继续做。
也毋过嘛因为欠人，所以我才有一个机会是会当较济水电的物件，偷偷学一寡美感。即摆当来台湾时阵，阮兜若是迄洗衫机啊、抽风咧出问题吼，就会当先家己处理看卖。所以我感觉其实嘛是趁着啦。啊，为着要互迄徛起的空间会当保持温暖，所以阮有为厝顶接水管落来，啊用日头甲水加好烧，搁流落来涂骹安尼。这嘛是我头一摆玩即种足厚、搁足长的普罗级的小水管，所以迄当阵接起来的时阵，迄心内成就感吼是真正有称甲有够悬。啊，经过拄则讲的这各项的工程了后，搁有一大堆挑战，后来咱想办法家一个一个解决。伫24天了后，阮的台湾厝就完成了，所以撒落来，互大家看这相片片芳济。这是阮的正面，有水无？应该是水当当吼。这呢，才会当看到阮台湾厝的入口，无论是坐轮椅的人，也是刹囡仔车的人，拢会当来参观。啊，我嘛欢迎动物，所以阮其实有足侪人客是足古锥的大只狗啊。这呢，就是开了阮足侪开力，也毋过会当看到足水的蓝天白云的玻璃喇叭。这个露台伫阮的设计内底是介重要，因为台北市的土地真正伤贵啊，所以毋是所有人拢会当有一个舒适的露台，会当晒日头，会当享受大自然。也毋过，阮认为徛起的品质是需要坚持的。这个露台的设计就是互大个人会当伫遮看册啦、啉茶，嘛会当互日头袂直接照入去阮的室内。安尼，转入来，这是阮的饭桌，这是古厝的客厅。啊，伫二楼呢，阮无搁加天棚，是保留阮上重的材料，原本的湿水，所以这就是一个互大家休困讨论的空间。啊，这是暗时的时阵，甲电火开起来，这个玻璃仔甲楼梯，就是搁有无共款的水会出现。这就是为外口翕的。啊，每一摆看这个相片，迄感动就会过来一摆，就是感觉哇，阮真正家这间厝起来啊！接来就用4个短短的影片，带大家细看卖。这是阮为1楼要行去2楼的时阵，啊，2楼就当看到天棚的湿水。这是为楼梯要行入去内底。天好的时阵，伫这个玻璃盒仔内底，真正足舒适嘛，足水的。啊，这是为露台要行入去客厅遐。这间厝是有便所，嘛有会当洗分水的所在，也毋过即摆无翕到，所以真正会当直接大。这就是阮的灶骹。啊，灶骹的边仔有一块眠床，边仔就是客厅。好啊，即款相片就是阮咧介绍台湾厝的时阵啊，阮家己真正无想过有遮尔侪人来参观啊，外口排队伫我台湾厝外口排队排足长的啊，所以讲拢会拄着全世界来的游客啊，伊嘛毋是讲来遮行行就走的，伊是足认真会来甲你讨论讲啊，即个设计的目的啊，其实是有感觉伫欧洲真正是有足侪人是真正关心即款社会环境的议题嘛会拄着足趣味的人、趣味的代志像讲有一摆我有一个朋友伊讲伊有一摆伫咧甲一个游客来抬杠讲了足久的迄个游客走了后，边仔人走过来甲我朋友讲迄个人是在地最有名的营造头家
另外像倒手边顶悬是有一天我咧有朋友走过来甲我讲，有人咧找一个土木的学生来介绍。原来迄个是台湾来的中兴大学土木系的教授专门来参观阮的台湾厝。佫有一个正手边下骹迄个查某的是伊是伫德国柏林读建筑的学生伊是专讲坐5、6点钟的高铁来参观的一直甲阮讲，即个比赛内面伊上介意的就是阮的台湾厝连续几啊工拢来参观一直甲阮讲希望阮以后会当继续伫即个方面拍拼。了专业的人，嘛有较细汉的学生会来参观。有一天我伫遐的时阵，阮就接到一个消息，讲有国校要甲囡仔带来会场。原本是讲因即个去遐会当讲德语的厝参观尔。忽然间就有17个囡仔，改成是有时阵改成讲变做10个囡仔来，有就是足侪囡仔走来阮遮。互人足感动的，就是其实因内底只有一个听有英文尔。抑毋过其他的就是目睭背后足金的，你看咧解说讲的图，只要我一段讲了，因就马上会出因迄唯一一个会晓英文的同学翻译互因听。因就对啥物物件拢足好奇，嘛咧直直问问题，就算讲因袂晓直接讲英文，拢会想问问题。所以甲因导览一摆了后，阮就感觉哇，这个世界真正有救啊！这后一代全部拢足重视这个议题。嘛，足趣味的是遐有几个囡仔，因足爱台湾厝的，后来佫倒来2、3摆。有一天上尾一天因要离开的时阵，佫抱着阮，迄目屎咧戳戳滴。当然嘛有别队的成员来参观像即张导演片内面就有阮的好厝边西班牙对面的捷克甲德国在地队伍。阮家己咧休困的时阵嘛会四界踅就去看别队的设计，甲因讨论看到有足侪想法因真正甲做出来真正是足佩服的像讲倒手边顶悬是即摆的总冠军。正手边顶悬嘛是伫建筑内面足有名的大学是为荷兰来的所以定定拢会想讲会当徛伫遮甲即阵遮尔厉害的人做伙比赛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而且除了行路以外，这嘛是一个足难得的机会，当交流甲地球甲城市有关系的议题。有时阵伫学校无一定会当找到适合的同学认真讨论，因讲因为伫遮所有人拢是共一条路的，所以安尼来回讨论分享，就当学着足侪物件。这是即摆比赛有一个足特别的活动就是逐个国家拢有一个家己的一个文化日，会当宣传家己的文化大家拢会准备足侪点心饮料甚至讲有一寡表演甲一寡趣味的活动这是阮的台湾的文化日有足侪台湾的朋友拢做伙来斗相共嘛有甲外交部合作有演讲有写毛笔的活动唱歌武术的表演现场嘛有红茶珍珠奶茶有肉色饭鸡卵糕有足侪物件通食的嘛佫有像倒手边即张是我一步一步来甲西班牙的成员来做固定嘛有甲大家行棋阮的同学嘛会伫现场骑脚踏车四界宣传台湾的文化来招大家来做伙来耍是一个足欢喜足趣味的交流活动伫比赛上尾2天，我记得迄天是罗马尼亚迄队的文化日，所以所有人拢走去因的厝头前跳舞，就跳的，可能是大家已经斗阵要2个月毋敢要分开所有人就开始甲衫褪落来，甲别队交换。为迄天开始吼，就袂使阁用衫来判断伊到底是倒一队的人，因为全部人拢合做伙。迄天是我咧介绍的时阵毋知影为虾米有一个匈牙利的成员走来找着我伊讲阮的衫足好看的想要甲我换，我就想讲好我就甲身躯顶迄领衫换出去迄天下晡我拢穿迄个匈牙利的衫咧介绍台湾厝后壁休困的时阵就发现大家伫外口大家拢咧换衫换外套有下咧交班的时阵嘛发现阿良嘛穿一领别队的衫来后来听讲是这是从来毋捌有即款活动是即摆比赛足特别的回忆因为像你们头早有讲过，你们台湾有特选所以台湾厝会留伫德国现场做研究
今后有一寡队伍，因会甲因的厝拆掉送转去因的国家、因的学校所以有一寡材料因若是毋免炸断去的，就会摕出来送别队就会当留咧伫现场做纪念安尼。像讲捷克迄队因的队伍因互送特支队因做的，因用3D 列印做出来的电火顶悬迄是法国用玻璃甲换迄个会当变色的钛铝。西班牙看到伊嘛摕因的态度来甲阮交换。除了遮个交流也是导览呢，即个比赛嘛有足侪测试，其中一个就是咧看阮的厝敢有下用，敢会当煮饭、洗碗，电吼是敢有够用。所以每一队拢爱煮300个暗顿，互其他的队伍会当来阮兜食饭。这是一个有分数的测验，嘛是宣传国家的文化，佮有甲其他的学生交流、开讲的机会，非常的趣味。每一摆阮拢爱有2个成员留伫台湾厝做主人安尼招待，佮有6个人会分做3组，去无共款的队伍食饭。我甲阿伟是拢有去别队做人客，上尾一届我就留落来招待阮西班牙、德国佮法国的朋友，佮教因要安怎用箸食饭。迄真正是足凄惨的，所以后壁阮拢换做着用汤匙汤匙安尼食饭就好，无迄用箸食真正袂使。佮有一个是脚踏车的测试嘛，足趣味的。因为脚踏车是永续交通内底一个足重要的元素，所以大会要推广大家伫生活当中加骑脚踏车。这个测试呢，就是来回去骑20公里去载水，沿途的风景其实不了水，所以我咧做这个任务的时阵，就做足欢喜的。这就是我迄当阵咧骑脚踏车做的影，就是你讲对脚踏车真正是足友善的，后袂骑拢袂互人用着。嘛因为这个这个比赛，这是一个比赛嘛，所以除了阮搞出去的研究报告以外，嘛要对国际评审当面说明，佮介绍者。所以每一个项目的评审拢是无共款的，也毋过每一个拢足专业、足大牌。譬如讲伫建筑这项，阮其中一个评审就是去年的普利兹克奖，嘛就是建筑界上重要的大奖的得主。对我来讲呢，参加这个比赛每一分钟其实拢咧学新的物件，因为伫颁奖进前，每一个评审会针对伊专业的项目讲一个演讲，也毋过嘛，因为因拢是大师，所以因讲的内容足深，也毋过拢真精彩。即摆时间就来到今年的6月24，这是对阮 TDS 足重要的一个日子。So, the first prize goes to Team TDIS, Project One House for All in Taipei. 好，其实伫得到这个建筑的大奖进前，阮前辈的全部拢讲句。虽然讲阮知影其他的队伍真正足厉害，也毋过嘛是会失望，因为阮真正已经尽阮所有的力量在做这件代志啊。迄当阵听到阮摕第1名的时阵，我其实有1秒钟我真正无法度反应，就想讲这敢是咧做面梦。后来就发现讲，哇，阮咧拍拼是真正互人看到啊！而且是伫足侪优秀的作品当中，互评审选互调。迄当阵就是欢喜、激动、感谢所有情绪，全部拢冲做伙，就亲像恁伫遮看到迄张相片共款。得奖了后逐队的人看到阮，拢会走来甲阮讲斗恭喜我安尼。有一天伊迄个荷兰因迄队世界有名的学校嘛是即摆比赛排名第3个哦，因摕着足侪奖的因有成员来参观我的台湾厝，有一人看到阮的建筑的冠军的奖牌，就走去甲摕咧讲这个建筑的冠军这是因上想要摕到的大奖实在是一个足大的肯定。我嘛会讲阮是真正足需要即个奖项的。老实讲，因为伫比赛过程中拄着足侪困难尤其伫大会规定的最后一天迄天若是起袂了，阮有一部分的分数摕袂着迄天大家拢是甲全部的困难吹落来，最后拼到尾安尼
到下晡发现真正是无法度大家拢开始就感觉足郁卒的规个信心拢无去好佳在尾仔伫有着即个这两个大奖的肯定大家笑容才豆豆转来。即句话呢是大会主席伫总排名的颁奖顶前讲的话。我感觉伊其实毋只是咧鼓励阮所有学生，伫咧经过即3年的准备甲比赛了后，阮真正拢会当变做一个改变，共同互即个世界更较好。其实我感觉即句话嘛是咧讲台湾，虽然讲阮是亚洲一个小小的岛屿，一个小小的国家尔，也毋过我嘛可能有足侪限制，无亲像其他的队伍，可能因为国家足侪支持、足侪资源、足侪资金啥，阮的条件无遐好。也毋过伫即种全球做伙面对的议题，即种全球的比赛内底，台湾力量真正是有够力，所以只要阮愿意，改成真正拢会当变做一个改变的开始。就亲像我拄头开始讲的，即个比赛，为我头一工开始参与到真正去比赛转来是26个月的时间，所以即个比赛是我大学青春内底足重要的一个部分。自拄头开始，只有热情只有敢若会使讲尔，也毋过到后壁就有搁较侪了解，而且搁真正做出一个是看有望会有，嘛对未来是有帮助的作品。所以我感觉可能这所有的过程，我应该一世人拢会记牢牢。嘛因为我过去2年拢在想办法，想要互阮的社会当搁较注重永续发展，所以即届比赛真正互国内外台湾人，搁有台湾的产业界注意到。林务局嘛决定讲，将来要伫台湾重新起一栋台湾厝，所以这个改变互我感觉真感动。我拄头开始就是一个啥物拢毋捌大学1年的学生，即马改成学着足侪物件，足侪想要看到的改变，一个一个在进行在实现，所以我就感觉改成只要阮愿意，而且阮坚持，就会当互即个社会更加进步，嘛会使变做一个改变的开始。经过即三档的训练学着即侪物件会当用较正经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即个世界过程中真正是足辛苦的因为需要了足侪时间来准备同一个时间嘛有校外的功课研究要做中有几啊摆拢有想过要放弃好佳在有坚持留落来甲团队来做伙拍拼才有即摆遮尔特别的经验。我阁会记得迄个时阵，大家开始比赛的时阵学校未放假足侪人拢是透早起厝，暗时写报告有个人半暝3、4点，搁要伫山顶上课迄个时阵可能困无饱嘛可能未适应足侪人拢是发烧身体无爽快毋是讲着放假因是感冒药普拿疼食咧着继续拼命迄个过程真正是无简单阮的所有成员老师、同学、师傅大家拢辛苦最后要甲所有支持阮的斗相共的赞助的朋友说多说一声多谢因为有恁阮才会当完成即个遮尔困难的比赛嘛非常感谢管子的邀请互阮有即个机会当分享即寡故事多谢大家，谢谢。所以接落来就是即个论坛的交流时间若是想要知影可能听 TDS 还是即个台湾族其他的发展，就会使扫即个 QR code， 内底就会连到阮的 Facebook Instagram、YouTube， 阁有足侪图会当公布的所在，所以嘛邀请大家继续甲阮关注。哇，实在是太精彩了！我是用几若张话先说，感动咧唱天唱七目屎。我感觉毋若讲因去比赛是真用心，用甲有为着要准备今仔日的分享，足用心的。两个人讲到有够顺的，配甲有够好的，因一定是用足侪时间跟心血咧练习，我相信嘿。多谢恁。安尼咱说倒来有40分钟的时间会当来交流。等下若是要讲话的时阵，请大家先讲3项代志咱一个人就先讲1分钟尽量互无讲过的人，就拢有机会通讲若是要讲第2摆是第3摆就较后壁。若是要讲话的时阵，请先讲第一个就是报安怎甲你称呼，第二个是你是住伫倒位第三个就是你的职业背景是啥物安尼？因为咱
咱是为世界各地会来的朋友啊，吼，所以嘛是想讲会当互相熟悉一下。好，安尼若有，咱遮有一个电子手吼，大家毋知有看到无？就是咱伫即个会议厅的上下骹有一个，你会看到伫中我正边遐有一个举手，掠试落了后，我就会看到你举手。你若歹势讲话，你嘛会当写伫开讲室遐，我会注意来看。若我无看到迄开讲室内容的所在，嘛请大家人是毋是请迄个梁光兄帮我斗提醒一下安尼嘿。好，咱即马有问题会当先举手，也是讲咱先请梁光兄甲单位兄，咱的主办单位敢有想要先回应一下？咱梁光兄请。今仔日看听因咧分享吼，听恁两位咧分享吼，我实在是真正会感动啦吼。原本我是敢若想讲要来听讲哇，恁安那去伫即个德国得到大奖即件代志吼。毋过到落尾吼，我会看着讲哇，恁是安怎拍拼，安怎坚持吼。你个感觉讲只要若是讲有迄个意志力吼，这改变实在是真正有可能啦吼。所以对安尼嘛会当讲刷入来讲，咱伫台湾。实在是各方面，咱拢有需要改变，甚至伫即个全世界面对即个即个地球暖化的即个问题吼，咱确实是有个人感觉真正真忧心吼。总是看到恁安尼，当感觉互人感觉真有望啦吼。我先讲安尼，请单位毋知有啥物要补充无？多谢吼，时间限制，我讲几个都，实在是讲袂了。第一吼，足感动啦吼，少年人吼，实在是做代志足认真、足有能力的吼。我想即个例吼，会当互咱台湾一般的人提高真大的自信，特别是老一代的人，咱台湾实在有前途啦吼。我定定咧讲，咱台湾人吼，自来因为互人失眠，所以无啥自信吼，行袂着一定吼。今仔日即个是上好的，即个台湾即个实在有前途的一个例。敢会使顺续问问题？阿关，嘿，请。好，我顺续问问题吼。第一，你即个比赛团队有年龄的限制无？吼。第二吼，即个恁两位家己来评估吼，恁得奖的理由是啥物？上重要的理由吼。第三吼，小可一个台语方面的批评啊，因为我的专业是写台文啦吼。恁两位的台语实在讲了足好足好，有个字我袂晓讲的，恁拢有讲着。但是吼，有一点我来甲你小可甲你建议者，你讲。文化日吼，这是一个词，所以应当讲做文化日吼。这个话要变调吼，多谢。安尼较多单位老师问的问题，是毋是咱请阿伟佮阿勇来分享一下？头一个问题，敢袂使阁讲一摆，歹势。就是恁家己评估，为虾米恁得到这个奖吼？啥物是较重要的理由？无，我想下，这是第二个。头一个问题是问讲阮有年龄的限制无？参与者有年龄的限制无？因为这个比赛伊是互学生的比赛，所以因会参加的限制就是，你若是学生的成员，你一定爱是伫毕业2档以内会当参与。所以你可能是研究所毕业2年以内，有可能是读博士的。伊对学生的身份无直接的限制，所以有可能有30岁的人，伊伫读研究所，抑毋过伊嘛是学生，所以伊只要是学生的时份，若是毕业就是2档以内，你就拢会使用学生的时份来参加。第二个是所以嘛因为安尼，阮其他的队伍有足侪是研究所的人，就想讲哇，因那规个队伍看起来迄年岁拢足大，所有人加成拢足厚的，阮就是阮台湾人生了嘛较幼气，所以阮伫迄比赛会场内底就
真正佫亲像一个囡仔伫一大堆大人内底咧做代志。啊，第二个问题是讲，阮主要得奖的原因是啥？这个我甲后位的看法有可能无共款。啊，我先讲我的，之前阮有讨论过，我感觉头一个阮可能会得到见到大奖的原因是，其实因有分四个无共款的。无共款的条件来评估，讲恁即队的作品敢会当得到大奖。啊，有一个上重要的，介像是基地的整合，所以就是恁的设计到底甲即个城市的都市问题敢有关系？恁敢有真正咧解决都市的问题？啊，无可能有一寡队伍是你会当做出一个足厉害啊效率嘛足好的厝，你毋过伊甲恁的都市环境无关系。所以，我感觉其实阮花了足侪时间伫咧观察台湾即卖的问题，佮有台北市大东区遮小小的所在，因到底即卖住的人是啥？因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啥？啊，阮对所有的条件拢有足深入的分析，所以设计出来物件就是完全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啊，阮有甲即点足详细的甲评审报告，我感觉这是头一个。啊，另外一个是就是阮两边拢是起的厝顶，因为其他队伍真正是为着起早要方便，也是就是可能足侪原因，所以因拢选择是用平的厝顶。要毋过其实你行入行路中，就是拢会当知影，平常时阮住的厝，迄厝顶拢是起的，所以阮设计出来物件虽然讲伊伫要起造的时阵有足侪挑战，要毋过迄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建筑会出现的形。啊，阮有拄着就是有民众讲，伊感觉其他的有足侪作品是 building， 啊，阮的是 architecture， 所以我感觉可能这嘛是甲阮会摕到 architecture 的奖有淡薄仔关系。啊，第三个阮感觉就是阮用100%拢伫台湾生产的日本山来起厝，因为迄就是台湾的茶，啊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茶是一种足好的材料，会当吸二氧化碳，所以我嘛有就是这个比赛是想要解决饮食的问题。啊，阮上主要的材料是足水的材料，要毋过嘛足有效，所以我感觉可能是这三项，互阮会当摕到 architecture 的头顶。好，我嘛讲一寡阮其实原本的设计是一个6、7楼的透天。但是当然无法度甲规个透天搬过德国来比赛所以阮是摕上顶悬的2楼来做设计。阮得奖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有一部分是因为讲阮伫真正有伫都市伫台北大东区遐有一间一个所在是就是阮用迄个所在来做设计。阮迄个设计内面有一寡内面是讲阮伫这是设计互都市的因为都市台北即马人伤济空间无够毋过虽然空间无够恁会当看到阮伫迄个阮的厝内面台湾厝内面有分做2边有一个玻璃壳嘛因为虽然讲阮空间已经无够，我会需要讲佫有放一个玻璃壳伫遐，敢会浪费空间其实迄个空间是互公众的有楼梯伫遐，可能伫透天内面是一个电梯迄个公共是个公共的空间是会当互一寡人来做做伙来做一栋透天会当较有效率价钱嘛会较低较有合乎即个徛起的正义所以讲这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原因为虾米阮会得奖安尼。真多谢阿英甲吴伟的说明。咱即马我有看到梁光兄有举手，毋过咱是毋是先互未讲的人讲？嘿，我先讲一个，就是开讲室遐有人拄仔咧问讲，哪会无去？就是讲会当带几个人？咱伫德国起的遮设计。伊是用伫德国起的来看无啥准，因为阮真正的设计就是迄是一个6层楼的透天亲像别个国家可能德国队因设计是因是要改一个195变成或者是2000年以前起的一个一个足大的饭店
因为迄间饭店已经老啊，所以要甲伊重新设计。所以其实每一队因的设计拢无共款，只是因为所有人无共款，安尼要比赛袂使，所以才甲家己设计转做是一个两站楼，会使伫德国起的。所以德国起的迄，阮名称只有两个尔，差不多就是哇3个人差不多，就是伫阮的设计内底，一号是2到3个人，可能是两个老伙仔会当带做伙，无就是一个较细的家庭，可能有爸爸妈妈，佮有一个囡仔，无就是两个还未结婚的，可能是男女朋友还是啥。啊，阮一号是安尼，所以可能伫阮六站楼的设计内底，2楼甲5楼拢是互人住的。所以就安尼就会有4号，4号也是另外一边，4号到8号，我有淡薄仔袂记哩，另外一边敢会使住的，要毋过1号就是2到3个人。好，多谢。啊，阁有人问讲，阿勇敢是宜兰人？啊，阿勇，你放心，你的宜兰腔拢保留甲真好。你拄仔所有讲的宜兰腔的字，我拢逐日记起来啊，有够赞。多谢，安尼阮阿公阿嬷应该会不了欢喜。对对。啊，阁有人讲哦，最感动的啊，恁是将来的大挑啦吼，咱国家的大挑啦。啊，阁有人讲好奇讲去台湾厝的成本，啊个先问即个好啊。因为阮两个拢毋是咧算钱去做的，我即摆记袂起来。要毋过要讲到成本，我感觉阮的成本有淡薄仔歹算，是因为即个比赛有拄则亲像阿伟讲的，阮有一个项目是咧讲，这敢是毋是人会当支持的，敢是阮会当买起的、带会起的。所以伫阮的设计内底，其实这伫台北市的6站楼的透天内底，阮是有一间公司爱伫遐运作，因为就是阮所有的材料其实拢会当重新利用，所以伫35年以后，可能台北市已经改变完成啊。你就会当甲厝拆掉，去另外一个所在，佮支持都市的变化。所以，迄间厝的材料的成本是爱拆开算的，因为毋是用一摆尔，另外一摆嘛会使用。啊嘛，因为阮的1楼是互大家会当共同使用的厨房啦、洗衫机啊，佮有开会的所在，所以遐会收租金。啊，顶站，阮的第6站是老人的照顾中心，所以伫遐，阮嘛伫阮的设计内底，遐其实是互社区的老人拢会当伫遐做伙生活，啊，遐嘛有收一寡钱来补贴大个人的成本，所以迄一大堆迄成本拆了后，伊袂使用一届起走的钱来算。因为伊阁有后一摆，啊，阁有迄租金安尼算来算去的代志。要毋过我记得阮算的时阵是5年会当回本，会当5年你的投资就会使转来，啊，12年计算会当赚5%。要毋过详细到底是偌济钱，我即摆记袂起来。要毋过这项阮是有算过的。我为你敢有要讲？阮的经费有一寡歹算嘛，是因为阮因为迄个海运的计价，阮要甲阮的材料送过德国，若是无要算迄个海运的计价。无若是无要算海运的计价，其实我即摆嘛记袂起来。我是记无啥起来。要毋过以后阮所有的改成设计研究报告拢会公开互大家看啊。遐个钱，我记得伫阮迄400-500页的报告内底，有一部分就是咧算这，啊内底就有写个足真少的。你遐就当找着答案，还是阮转去找答案，佮甲大家讲。好，多谢。迄个其实即届为着要出国比赛吼，嘛是需要真侪资金，所以嘛是欢迎大家若有愿意吼，会当小小的金额来支持嘛，对无？对，要毋过即摆阮上尾工程款，即摆是学校讲因会甲阮斗3工。要毋过头前真正是足感谢有足侪朋友，佮有国内外的，无论是民众还是业务员还是啥，佮有公司，拢甲阮支持，才有法度互阮顺利出去，啊，佮伫遐过生活，佮转来。
好，多谢阿勇跟阿维。安尼咱今哦，才有人开讲是讲 proud 宜兰人，安尼嘿。啊，佫有一个问题是，另外恁务局要去到，那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敢会使请下的朋友解说一下？Joyance，是要问去伫对吗？因为拄则有讲林务局要去，新的迄栋要去咧对遐。即摆因为阮是转来了林务局才开始讨论，我记得阿伟应该是因讲宜兰宜兰的罗东遮会有啊一栋，新竹是伫对啊？袂讲诶，对，改成是宜兰遮，因为罗东林场遐佫有一段佫有一块地会使起，嘛因为就是罗东就是一个以前是林务局最重要的所在，所以罗东遮改成是会起台湾厝会起起来，当做是可能是教育中心、研究中心安尼新竹迄个听讲嘛有计划嘛要起一栋，要毋过新竹遐有可能会是木材加工的技术中心，工厂。要毋过因为这拢是搁在讨论的是搁在讨论的阶段，可能是即几年拢会当或是开一年的时间讨论，搁确定要去伫倒，去偌大，可能明年的时阵才会开始动工。要毋过林务局有讲，因想要开始，就是因为林务局嘛，想要推动台湾用较侪木材来起厝。所以即摆嘛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甲因合作。以后台湾应该会有愈来愈侪厝是用车库来起的。好，多谢。咱即马有一位 Josephine Young 有举手，请提出你想要讲的。我迄个我也做黄河粉吼，我高雄人，但是来美国45年啊，即马是住伫迄个加州的甘马县吼，是爱恩教会的执事啦吼，中村大学的校长，侨务主任委员吼，我感觉讲吼，恁是真正是台湾之光吼，台湾的骄傲吼，对头看恁遐拍拼吼，非常的感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恁安尼为国家安尼遮拍拼吼，我看一定足侪人有想要参加恁即个活动，恁当初即个人选是安怎选出来吼？较会逐个拢遐优秀安尼，刚刚这个问题，是要做一解？好，多谢。这我的问题。安尼，请阿勇。阿勇啊，好。你先讲好啊，你先讲。我先讲啊，阮其实毋是讲是要安怎选的，阮是讲迄阵是有开一个课大家去有报名去上课安尼，迄个时阵搁伫头早讲搁咧研究的时间迄个时阵就是大家有即个心大家就开始做研究豆一步一步学其实大部分人大家拢毋是即个专业的大家拢是无共学系是大家拢是足侪人拢是一开始啥物拢袂晓，可能是啥物家私拢袂晓用是一步一步对咧学所以讲阮毋是用选的，阮是其实是算讲是用有即个心做伙拍拼即长的一段时间会当坚持落来就即个机会会当做伙来到德国遮来比赛。嘿，真正就是其实阮即个团队毋是用选的，因为这是一个原本是2年，要毋过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变做3年的比赛。在过程当中，可能有人是要毕业也是真正要投入即个比赛内底，爱开足侪的时间，所以有一寡人可能会感觉讲，后来参加到一半，可能甲伊要选择的生活已经无共款，所以就会偷偷退出，就会有新的人加入来。所以我感觉其实要安怎选的是变做是讲一定真正想要做即项代志的人，因就会偷偷留落来，也是偷偷加入，是留到最后的人，就是即马看到的人。所以迄是愿意做伙做代志的人，就会变做即个团队的一个。
真好啦，大家同心合意吼，足无简单诶。哇，这台湾足有希望诶吼，会当真紧的出头天。多谢你。好，多谢。咱即马阁有一位会是毋是叫做是毋是称呼慧娜？请你讲话，多谢。有一位赖慧娜有举手，请问敢有要讲话？无伫诶。啊，安尼阁有一位咱诶迄个先辈吼 ，Rick 许寇，是毋是？请讲话。大家好哈，我叫做 Rick，我姓齐，双人许吼。迄个我是踮美国洛杉矶吼，我其实甲梁勇兄是做伙踮咱台湾人一个团体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我是内底一个理事吼。我今日住伫台湾吼，我有注意到讲伫台北吼有一个风潮，等一下，有一个流行。Hello， 请问慧娜，因为较多即摆已经有人讲啊，是毋是当请你等一下？较拄啊，敢若无听到你音声，吼，好，多谢。安尼请 Rick。好，歹势，大家有法度听到我的声啦吼。会使。所以我家己就拄仔讲，我甲梁强兄做伙踮阮美国洛杉矶内底一个台湾人的团体吼，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我是内底一个理事。今仔日也真欢喜有即个机会看到即个presentation， 我家己也感觉讲真高哦，感觉咱台湾少年的一代吼，真正是即个台湾之光啊！我家己本身是读建筑的吼，过去就是拢是咧做建筑的即个行业，过去10多年拢是咧做，特别是即个太阳能的即个部分，所以对即个环保的即个部分吼是较有了解。我家己的经验就是讲，踮过去这10多年，因为太阳能的即个部分，咱其实台湾的即个实力吼是非常的强。照我家己的经验，就是来去吼，去亚洲无共的国家吼，我感觉讲咱台湾真正是对即个科技即个部分吼，咱真正是名列前茅啦，踮世界咧。不过唯一的即个感觉就是讲，毋知讲是咱家己较无法度推销家己啦吼。其实踮世界足侪人，咱的物件是真正讲是会使 top 3啊 top 5，咱个拢无人知影。所以我感觉讲，看到咱今仔日即个，感觉家己是感觉真感动啦，因为借由即个 platform 吼，有法度世界看到咱台湾人尤其是咱少年即代即个实力吼，是非常的强，甲咱家己推销出去吼，我是感觉讲这是真重要。我有一个 quick question 吼，一个问题要请问，就是讲，踮恁即个活动的即个期间吼，我想要请问咱两位即个演讲师吼，就是讲踮即个活动的过程，恁感觉讲因为你拄好有提到讲即个赞助的部分吼，恁认为讲上大的赞助是来自学校，还是政府，还是民间？踮即个过程，恁感觉讲有倒一个部分吼，恁有即个较重的即个感受？歹势，我的台语有时可能较歹吼，无法度表示我要讲，就是讲你感觉讲有倒一个部分，你感觉讲有法准啊讲有较济即个赞助，会互恁即个规个即个 program 会更较好安尼，还是讲对个部分，你感觉讲政府无甲恁赞助 enough 吼？这是我的即个问题安尼，是甲两位请问一下。好，先讲，要是我先讲。我只讲一个。阮的赞助其实伫企业甲政府其实拢有阮上材料，阮是有甲林务局合作像我头先讲的文化日是有迄个是甲外交部合作当然头早迄个导演片有节是咧写讲阮大家做伙拍拼的时阵有足侪
民间的团体来做伙来赞助是大家拢有啦，大家拢有真有心来做伙拍拼当然嘛有迄寡做本身就咧做即寡钢铁做柴做鞋阮有一个安全鞋是较定的较安全的嘛是全部拢是用赞助的，就是这个阿龙。对，就是其实我感觉应该阮即摆上大的赞助，真正是阮的材料，因为遐材料全部拢是林务局出的，阮请大的实验工厂帮阮加工，其他较细可能其实伫遮阮为地基的钢铁外口迄厝顶的铁皮内底迄便所搁有所有外口迄塑胶涂骹啥，阮有足侪材料拢是企业咧赞助的。也毋过，对我来讲，拄则有一个问题是，若是伫倒一个过程会有较侪赞助，阮会搁较好。我感觉其实是阮伫研究的时阵，因为遮每一个赞助拢是无简单遮瞧到的。因可能是即间公司伫做啥，因嘛想要讲可能企业甲学生会当合作，无伫骹就当发明出另外一款可能搁较无共款的产品，还是啥。所以是阮找足侪厂商当一个洗一个，洗一个安尼，全部斗做伙。也毋过伫研究的时阵，其实阮就是学校尔，着摕学校的研究经费。若是学校安尼无落来，就是这研究中心爱家己先找钱。所以其实阮的带队的老师，伊一直以来，伊迄经济压力拢足大的。因为足侪物件，其实伫台湾即摆的状况，阮伫国外甲别人分享的时阵嘛有，就是你若是无著名，其实无人会看到你。所以你所有的资源其实嘛袂利力。伫阮会讲，迄建筑的大奖对阮介重要，是因为真正是得到迄个奖了，才有媒体来报，才有搁较侪人知影。所以政府知影，学校知影，阮后壁迄一大堆的工程款，才有法度有人做伙来处理。无就是真正爱找民众，爱找民间，才有法度甲遐个钱补起来。要毋讲，因为即款是做研究甲科学所有物件拢是就是。你毋是可能做一档，你就一定会当提出啥物款的结果？迄是爱豆豆试，才有法度知影。嘛，因为大学其实是一个，就是交通大学是一个专门在做研究的学校，所以阮正嘛有甲学校讲，就是若是学校会当搁较支持，在真正做就是做实务的老师，可能嘛有搁较侪帮助。所以我感觉是过程当中。伫阮未著名之前，伫我搁咧想办法的时阵，若是有法度有搁较侪赞助甲帮助，迄是对阮的设计搁有以后的发展会搁较好诶。真多谢。好，安尼咱过来是毋是着请慧娜 OK， 好，多谢。先甲恁恭喜啦吼，实在互咱拢感觉足骄傲吼。我有看到讲，即届的总冠军敢是迄个德国的迄个 group 吼。伊有讲到讲德国的 group， 因会讲安怎甲伊会当搁互伊祝互伊新的生命搁运用，互伊符合着咱即摆的要求吼。因为我是住伫洛杉矶，但是我台北。我讲台北最近有一个新的潮流，甲迄个老厝翻修，吼，伊搁有做吼嘛，用太济迄个 design， 互老厝了会变有一个新的生命，互伊搁会带来迄经济的利益。我就是看讲你台湾厝。我咧看到讲，伊是一个足新的 idea， 像你的菜，慧娜，你的网络无够顺，听袂啥清楚。慧娜，你有听到我的声无？材料，
阿伟，你是毋是捌听袂清楚？我的问题无够清楚，毋是，是网络无听袂好顺，势吗？网络无顺，所以伊拢会闭车跳掉安尼。敢会当佮讲一摆？你上路尾，你讲迄个你发现迄个台北的厝，就是有个循环有个设计安尼后壁，我就听无清楚啊。敢会当佮讲一摆？哇，真正网络是用无正。写的。嘿，敢会当请惠娜用写伫迄个开讲室遐，因为敢若听无啥清楚，伊网络会一直断去。哦，好，安尼咱刷落来是毋是？那无我厝惠娜，你的迄个声伊会一直断去，你会当用拍字的好无？我在写伫吼，好。好，多谢，你用拍字哦，多谢。好，安尼等你豆豆拍无要紧，安尼咱先请李占星老师。 OK，多谢阿占星关，老师，请讲。多谢大家好，我叫李振先，我即马住喺加拿大温哥华，我是一个台语的老师，拢是教大人较济。阮加拿大甲台湾共款，拢是出产木材的国家。阮较出名就是原木出口，就是伫原木厝出口。阮是拢伫加拿大甲厝拢装好势，煞伊才拆拆，做去一个新的所在，佫甲伊组合起来，真出名。即摆政府发现讲，木材是以后建筑的趋势。我即摆是住喺市内，像我隔壁就要起一间19层的木材厝安尼吼，迄个经过风火各款风地动，即个问题拢解决啦。以后政府嘛一直要行即条方向安尼吼，莫互讲都市内全是空谷里安尼。我是讲感觉讲这是真好的一个趋势啦吼。咱台湾嘛是一个生产木材的国家，咱也嘛会使行即条路吼。像拄仔有人伫讲木材会使佫30年、50年以后再利用吼，再度利用啦吼，这是真好啦吼。变做咱台湾的优点，除了讲科技以外，咱即马木材的生产吼。甲建筑的阮迄个设计吼，已经行喺世界潮流中间啦吼。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咱嘛会使利用咱台湾的优势，伫即个建筑顶头安尼有一个发展安尼。以上多谢。多谢占星老师，请问占星老师讲的，迄个阿伟甲阿勇敢有想要回应？会。我是拄则听到，就是加拿大要起迄足悬的全是木材19层，因为迄真正就是以前可能大家拢会感觉木材就是起细细的，无就是迄无法度防火，无是会有虫入来。毋过即届阮出去比赛转来，嘛是想要互台湾民众知影，其实木材的工程技术已经行到足头前啊。亲像我即摆我。比赛了，我阁有留一寡时间伫澳洲，我去荷兰去看卖，遐条有一间是50层楼，全部拢是用木材起的。伊内底改成几百户，全部拢卖好了啊！即摆就是要改成是后计划是啥？居民要你去住就是可能即摆30层、50层会愈起愈悬，所以。真正的木材，其实台湾的木材技术嘛愈来愈好，只是即摆需要时间，互民众知影，住伫咧木材起的厝内底嘛会使足安全的。所以拄则听到就是加拿大已经向前行，台湾应该嘛是有法度豆豆对互调的。迄真正是以后希望会当看到的都市的风景。好。阿伟，你敢有要讲？
成免。先免好，安尼即马咱有看到惠娜写的吼诶问题，伊讲即摆得奖诶作品使用诶技术，敢会当用伫咱古建筑诶翻新？即个问题拄好，就是其实是恁会做即间厝诶起源嘛，对无？会当请两位来分享一下。我头先听起来也即个伊是讲伫台北有即个，我看起来是即个老厝也有用来翻新来做一寡可能餐厅还是啥的我是感觉吼，即款阮的技术主要是伫结构内面当然装潢当然是无问题啦，就是阮即摆技术若是要来用来做做装潢来做厝内面的翻新绝对是应该是绝对是无问题的，对。我遮搁补充者，就是其实就是拄则阿君姐有讲，有讲着，其实阮即摆的设计，伊是叫做一个 midway house。阮的目标是因为台北市即马真正足需要都市的翻新，也毋过你若是无法通提供一个较好的大的所在，遮的人为什么会想要刷出去？也毋讲人若是无刷出去，都市的翻新就无可能会当实现。所以其实这台湾厝伊的目标是做一个可能35年就会当拆掉，搁去另外一个所在，就亲像拄则加拿大迄个 case 共款。伊毋是一个要挡100年、150年的建筑，伊是一个 midway house， 就是因为足侪都市真正需要翻新，台北市有超过8成的建筑，拢已经超过伊的生命，拢已经超过伊的岁数啊！伊真正即摆足需要赶紧翻新，无迄就是危险，阁无效率。所以这个 One House for All 伊真正的技术，真正的技术是用伫可能只有一个空地，阮就会使甲台湾厝起起来，伊起的时间足紧的，所以起起来了后，这阁是用木材，所以是一个好的建材，安尼互都市会当翻新，翻了变做是阁较永续、阁较好的建筑了，阁互人会当住入去。所以伊应该毋是用伫即马老厝一个老的厝内底可能做一寡翻新尔，是规个都市要翻新的时阵，阮即摆设计所有物件，就是为着即个目标。好，毋知安尼敢有回答问题？敢有回答？惠娜的问题有吼，好，多谢。安尼，即马安尼即马无人举手，咱阁有2分钟，安尼请梁光兄要想。多谢，我是想讲，迄个要请教讲，即个恁伫个建筑奖嘛，吼，建筑奖的迄个评分，因的主要的即个条件是虾米款啦，吼？我拄则有看到讲，因为本地我是想讲，我这建筑外行人，我是想讲，哇，那是建筑奖应该是讲，哇，伊安尼设计甲诚水诚舒适的厝安尼啦，吼。毋过我拄则看到恁咧报告的时阵，吼。我有看到恁雕工用迄个大东区遐个建筑吼，所以我会想讲，敢是讲即个建筑奖应该是要来解决问题吼，所以恁咧设计的中间，敢有想着讲，OK，咱即马台北的即个老市区是安怎所以会当透过建筑的技术来解决即个台北也是讲台湾即个空间。使用会讲提升咱台湾人即个大的品质的问题啦，第二个我是爱请教讲，迄个阿勇，你敢是读迄个大众传播的啦，恁即个团队的内面迄个敢有讲有即个读财务还是讲读迄个经营即方面的专长我是了解即个。阿伟你应该是读土木的嘛应该嘛是有足侪种无共款的技术会当来合作较会当来完成即项比赛，所以是敢会当讲，请恁伫即个中间，就是针对讲即个建筑奖，针对讲恁即个团队的内面使用无共领域的遮的人才来完成即件工作。以上是我的2个问题。微博你先讲，我甲4个建筑奖的评分
目标，先拍伫开讲遮。哦好，歹势，第一个问题是迄个，阮的，敢袂当搁讲一摆？如果恁第无一个问题，呀，就是讲即个恁咧建筑奖吼，恁咧设计时，嘿，恁有甲即个大东区遐个相片出来嘛吼啊，每一户拢一间拢一个冷气吼，啊，迄外围外口看起来迄个景观嘛，毋是讲真好看啦吼，啊，所以讲恁咧设计遮个厝的时阵，敢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设想讲，哦，我遮个厝我就是要来解决咱目前台湾的遮个厝的哦，即个嘿对，嘿对。使用空间的问题啊。嘿对啊，因为啊，头早讲即个阮的即个比赛的目标是高斯尔本嘛，就是要伫市区啊，所以阮较会经伫台北市啊，台北市内面啊，阮拢是用阮景的迄个所在是一个较深景就足深的所在足长的阮安尼光线毋是讲会当自头讲走到尾所以阮较有迄个玻璃客迄个所在来扣迄个光线嘛是因为讲伫台北市足侪人咧租厝的时阵拢是介绍拢足歹因为迄个环境无好阮是安怎用即个建筑的设计来互阮有一个大家人拢有较大的空间较俗的介绍会当租到一个会当住的所在，这就是阮咧设计的时阵主要建筑内面就一个较大的方面阿龙遐应该是有写有甲阮的内容写伫遐，敢有？哦，遮安尼敢看有？哦，头一个问题，我感觉阮是绝对是针对台北市大同区来设计，亲像阮就是伫迄400-500页以外，佮有阮嘛有交一个是甲就是阮都市即摆状况有关系，遮个研究的报告，所以阮就会足斟酌分来看讲，可能遮伊的土地是安怎，伊的天气是安怎，所以每一项阮拢有足斟酌的分析，过来设计讲，可能阮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比赛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利用建筑的方式来改变即摆都市拄着的问题因为建筑奖伊的四个重点就是伫chat遐我有拍的，因有一个足重要的，真正就是 site integration， 你到底甲你的都市关系敢有用着好？所以有一寡可能有一寡厝真正设计得足水的，要毋过因伫即项的分数要足低，所以因就无法度得到建筑奖。所以阮另外一队即摆建筑奖第2名的，第3名是阮隔壁的西班牙阮拢得奖以后，阮有讨论讲为虾米是阮伊嘛讲其实因为西班牙因迄队因的设计嘛是完全咧针对因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要解决迄个渔村的问题，所以每一即摆有得奖的，拢是可能恁的厝迄有足侪方面毋是上赞的、上普罗的，要毋过即3队就是完全咧解决恁都市发生问题，就会使得到建筑奖。拄则另外第2个问题是，其实我毋是读传播的，就是我这个系是阳明交通大学比较新的一个系，伊就是亲像自助餐共款，啥物物件拢会使互我选，所以我有选较济传播嘛有设计的课，要毋过我毋是迄个系学生，我有另外一个是专门咧读迄个系阮嘛有财务金融的。所以，阮所有甲钱有关系的物件，全部拢是伊在处理的。就是因为这个比赛真正10项有够济，所以每一项拢需要专业的学生也是老师来想办法处理，才会互阮的50个老师甲学生内底，可能学生就超过10个系甲研究所，就是因为无法度有一个人会当顾全面，所以每一项拢爱有专业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这嘛是一个比赛比较大的特色，亲像阮隔壁迄当阵德国队，因是阮去甲因开讲，是讲其实伊是规个学校差不多70个教授全部拢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因大学所有的系甲研究所拢有一个专门的部分，所以因就真正
分工分了足油的，啊，就每一个人就做伊专业的代志，啊，做伙甲即个比赛做起来。多谢。多谢，安尼咱时间有差不多啊啦吼，啊，即马阁有咱单位老师有要问问题，请讲。多谢。请问你这个建筑，这个是毋是100%绿能？啊，若毋是，是几趴是绿能？阮即摆拍手阿伟，你敢有记诶？我无啥会记得，但是因为像讲伫澳洲遐较冬天诶时阵是可能有日头出来时阵真正是足短诶所以讲阮毋是无我都用全部拢是日能源阮诶拍数我其实嘛无啥知影，这要问阮诶负责即个水电迄个组别诶人阿荣伊。就是阮每一队伫比赛时阵，拢有机器在记讲你即工到底发电发偌济，啊你用电用偌济，迄嘛是一个比赛的项目。也毋过所有的队伍拢有接转去迄市内的电内底，因为真正若是出代志。有时阵可能你即工规工拢咧落大雨，咧雷公死呐，迄可能你规工的电就无法度用，所以每一队阮是拢有接转去市内的电的网络内底。我记得是阮有分析过伫台湾的环境内底，因为阮即摆是连可能车还是啥，迄电动车的电拢爱食家己厝的电。阮有算过，伊即马台湾的太阳能板的效率，阁有日头照的时间，阮可能无法度一年通天拢100%用拢用日头的能源。也毋过因有一个调配，改成是伫日头上猛的时阵会当插过去，伫阁有一个较大的电池会当接落来，伫日头上猛的时阵甲电会当储存。我即马确定的是，阮即马也无法度做到100%，可能伫热天的时阵有法度，也毋过冬天即马阁有各地的环境无啥共款，所以阮也是所有人拢有接市内的电的网络，伫德国的时阵嘛是。好，安尼咱今仔日啦，差不多要结束进前，咱就是先感谢阿勇，阁有有为今仔日吼来甲咱分享。我个人是学习足多吼，相信逐个人嘛会当得到一寡新的知识。我应该是对咱台湾未来吼是有真有即个影响力嘿。咱要结束进前，咱是毋是先请咱的主办单位龙光兄你来咱小解一下，咱刷落来即2-3摆世界文化台湾文化论坛的节目是啥物？先甲大家预告一下。你敢有看到即个我的 spreadsheet？有哈。OK， 咱这是今仔日的节目9月初10哈。今仔日真多谢阿关甲2位哈，阿维阿勇，其实是恁今仔日节目实是真正非常的精彩啦哈。所以希望讲咱的即个录影带哈。会当做好吼，因为今仔日中秋节的款吼，今仔是台湾中秋节嘛吼，所以可能足侪人走去航吧，无来听吼。来咱后礼拜吼，咱是要访问2位即个台语文的草根运动者吼，其中一位其实这嘛讲到一寡迄个跨领域而且的概念吼。第一位是要访问即个叫做何婷吼，伊的背景本来是读物理的，来有读工程吼，迄个资讯工程，
伊即马搁伫迄个师大商学院吼咧教册吼，毋免安尼，伊即马搁走去成大读迄个台文系的博士班吼。另外即位即个叫做林阿cầu吼，伊本来伊的专业是迄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咧替迄个目睭无看见的人吼，咧训练讲要哪行路安尼吼。所以是我含单雷吼会做伙，搁一个叫做 Wesley 吼，会做伙来访问即两位。即个进行的方式吼，就是较哪用哪开讲哪互相对谈的方式吼。搁刷来9月24吼，这有手办节有邀请即个高英荣吼，高英荣是即个前即个画拍吼即个会长吼，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吼。另外搁有请一个Ken Wu吼，来回应。Ken Wu是阮遮较少年辈，伊算做讲伫咱台湾人的社区，毋但干那伫洛杉矶，伫全国事务性的画拍顶吼，伊拢有真参与。较难得的就是讲，伊嘛捌有参与伫迄个较早，伊读 UCLA 时，因有搬一出戏叫做《偷的款》，伊伫内底，伊嘛有参与着即个戏剧的制作的方面吼。好，安尼，或者即个嘛是较特别啦吼。但即台湾文学欣赏吼，这即马我还阁毋知影详细计划吼。阁刷来吼，即有一个10月初8吼，咱有要请到即个UC San Diego吼，遐有一个台湾 study，迄个主持的人叫做廖炳辉吼，伊要用伊要来评论台湾的当代电影啦吼，用即个 Buddha Plus 吼。做例，伊会讲到即个台湾贫富差距的问题，会讲到先台语即个互人边缘化吼，即个等等的即个议题吼。好，安尼我就先讲到遮吼。搁有即个嘛真精彩哦，即个就是用台语来导咱美术展吼。伫网册即摆已经有200几个回应安尼吼，搁毋捌咱的面册搁毋捌看到200几个回应吼，所以我想讲，大家应该用对即个议题吼，用即个台语来导览吼，美术也好，还是讲博物馆也好，我感觉应该是对即方面真有需要吼。好，我就报告到遮吼。我毋知单你有啥物要补充无？我先讲一个，拄仔咱10月初1个台湾文学欣赏会，即个月是邀请施炳华教授要来甲咱分享念歌仔。我伫咱的群组有今仔日就已经打出去啊。以上补充。好，多谢。你若有啥物感觉适合的相片哈，你敢会当寄一张互我哈？好，我会随寄。尽量拣迄个环的啦，安尼变做讲咱面册的广告看起来较舒适安尼。好，了解。安尼请问单位老师，你敢有要讲话？麦克无开。好，安尼咱今仔日啦，真正足感谢阿勇佮阿伟，足精彩的。希望后摆有机会，其实我拢一直 take 迄个公司台语台佮台湾新眼界节目，希望因会当做一集去甲恁邀请去访问安尼，咱就当佮继续听佮详细的内容安尼，希望啦吼，因会看到。好，安尼咱今日就感谢2位讲者，佮有大家的参与。咱今仔日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到遮。安尼大家晚安咯，中秋顺时平安，再会。再会。再会。再会，多谢大家，多谢阿宽。好，安尼大家毋知对讲因即两个吼，咱搁转来咱用轻松的方式来开讲啦吼。大家毋知感觉讲对因即两位吼，除了专业免讲啦吼，但是真正真互人安尼感觉讲感觉台湾真有希望啦吼。台湾的少年人呢，伊专业的部分，因嘛有迄个能力去到国际吼，和国际人士安尼来交陪啦吼。咱感觉讲因即两位台语讲了啥物款？
吼，咱有够赞，常在感觉讲啊，可能即马大学生少年不要讲老台语，真赞真赞呀！少年陪真赞衬老，嗯，我是咧想讲吼，这个计划，互我想到一项代志，就是讲吼，假使讲这个计划啦，吼，啊，台湾参与者有台湾，啊，佮另外一个参与者有中国啦，吼，即摆的中国吼，啊，因用国家的力量来，因定定咧讲集中力量来办大事啦，吼，啊，因来用这个集中力量来办这个节目吼。啊，甲台湾拼啦，吼，啊，有可能因赢去哦，吼，因为伊资源加真济吼，啊，但是吼，我咧想讲，即个得奖了后吼，伊个效果边啊啦，就是讲，伫即个为政府落来即个力量来做出来成绩吼，即个比赛了可能就全啊无去啊，吼，啊，但是咱台湾即种民主方式吼。为社会的为下底起嚟的，吼，迄有根呢，吼，啊，中国迄是干那叶啊，甲枝伫涂骹顶看着，所以吼，这个比赛了后效果吼，伊的效应完全无相啦，吼，啊，这个 project 吼，我想着讲，这两个制度的比较吼，真深刻啊，应当是真呀。但是遐我敢会当迄个甲你回应一下吼，啊，你好可能请这阿伟吼，若还佫有时间，有来甲回应一下。因为我去中国吼，我有去中国看吼，啊，看因的建筑和欧洲的不只啊无共，因个建筑就是啥物，拢足大间足细啊，拢规片的，会使讲是差不多袂输。哦，咱伫北美拢讲 track house 啦吼，啊，因咧毋定甲 track house，因咧起一片拢共款，所以你若入去一个所在吼，你若凡是你锁匙开入去，内面拢共款。凡是锁匙嘛，早就几组啊，可能嘛是会去开着别人的厝啦吼。所以因即种的设计吼，我是讲因若是即种的思考吼，要去德国吼去参加即种的建筑比赛吼，可能摕袂着啦。伊佫起安那较水，但是因即建筑拄则咱有咧讲嘛，伊即摆建筑奖伊的设定的评分的标准，就是讲要来解决吼，解决问题啦。啊，可能有啦，因若讲要甲人民公司啊，甲伊改做一个阿帕图安尼吼，改着去，吼，迄人民公司要甲改，可能嘛得奖嘛无定着啦吼。啊，我安尼土想毋知对啊毋对吼，咱请阿伟吼。我小插一个，嘿，我是咧讲，假使中国政府认为讲即个 project 有够重要啊吼，啊，伊用像讲对拼奥林匹克迄个方式来拼即个奖吼，伊可能赢台湾啦，无一定啦吼。我是咧安尼比较啦。有影，这足趣味，这足趣味的问题啦。对啦，那个政治制度比较吼，多谢多谢。我是感觉上重要，真正就是大家自上下底大家拢有即个心像阿良，我真正是足佩服阿良的。阿良伊是家己伊是食菜，就是因为为了地球影响所以讲即款会当为下骹起来的力量绝对是甲迄寡自顶悬迄个硬要甲支起来的迄种真正是无啥共款。毋过我可能迄个第二个问题是讲可能我嘛无确定讲因来比赛可能会比了安那，因为讲可能因选的题目会甲阮无共款，但是讲因为阮即摆的环境是安尼，因为因土地较大啦，因遮尔大，可能因着较阿萨利的，逐间拢生个足大的，但是阮是因为讲台湾即个环境，我有即个想法，想要甲解决所以讲较会遮尔拼命要甲讲会当看有啥物方式会当安尼处理阿良敢有想要讲啥物？我拄则是想讲，可能中国因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其实阮参加是 Solar Decathlon in Europe 嘛，然后伊嘛有 Solar Decathlon in Middle East。即摆呢，中国因有一个家己的 Solar Decathlon in China， 应该是已经办过2届啊，所以因直接家己当作是主办单位，
我无去研究过 Solo Dickinson in China 因的作品到底是安怎，要毋过应该先2019还是啥物时阵已经有办过啊。到底有谁去参加，我毋知，嘛有可能是因中国足侪城市，因做伙就是家己国内比赛嘛有可能。要毋过阮即摆去比赛的时阵，有伫德国拄着足侪去遐读册中国学生，因是真正开不了侪时间在了解阮的阮的设计，阮想要解决啥物问题，可能有时阵阮讲一个物件，因随拢知，就是因对台湾即马状况，佮有阮讲的遐可能即马国际伫咧发展的技术，因全部拢知。我毋知影因就是因是真正对这有兴趣，抑是因为因遐嘛有这个比赛，所以来遮就是拢听看卖、学看卖，佮早倒转去，这阮真正毋知。因为我即摆就是因遐已经有家己的 Solo Dickinson in China 其实就是有另外一个是，阮即届比赛的时阵，有别队有甲阮问讲，恁以后敢会想讲，可能 Solo Dickinson in Asia， 恁要主办安尼？要毋过迄当阵就是，迄是我家己的想法，我想讲，即马因为阮甲中国的关系也无遐好，所以若是阮真正摕到 Solo Dickinson in Asia 的资格。可能阮会互中国甲就是讲，阮是用中国台北的名去办迄所 Dickinson in Asia， 所以阮就甲其他人讲，暂时阮绝对袂去申请这，因为申请这个主办权是阮是加无用，而且搁较烦。即摆阮去德国比赛是用台湾的名，要毋过阮若是要主办，可能这个问题就较麻烦啊。顶摆伫迄个中东迄届伫沙漠迄届阮有参加嘛，伫2018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头几工因起了的时阵阮的国旗佫有举起来，讲过了工了，就是讲互检举讲我中国毋知是检举还是安怎，就有人来叫阮讲要甲迄个国旗摕落来所以迄个时阵大会嘛是真有心，就是讲阮袂当用大家嘛拢袂对一个国家拢袂当举因的国旗伫即摆足欢喜是真正会当自头到尾会当甲迄个国旗举的，真正是我真正是感觉是足欢喜的一件代志。而且就是因为即摆其实亲像德国，因为德国有足侪队拢有参加，所以伫比赛时阵，阮拢是讲恁的城市的名，无因为若是因全部拢讲 Germany， 毋知到底是倒一队，所以拢是用城市，所以阮就是用台北这个名伫咧用。要毋过阮的上主要迄个旗伊会先写你是台北，佮有你的国名，阮后壁可能有时阵拢是写可能 CHI 还是啥，要毋过即届伊就是台北，后壁是 TWN。对，赞。向新老师有要讲话遐？是，迄个咱台湾最近一直得奖这是阮民主化的结果啦。你若讲一个无民主的国家，你思想袂开化，你无多吸收新的物件，所以就是就无多得到世界趋势。咱台湾真好运，会当踏入去即个民主化的阮的路程顶头这是特别珍贵的。有当时看到囡仔出来外口甲人会当安尼快乐斗阵大家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拢甲世界共款。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即嘛以后要行的路真多谢讲最近少年家为咱台湾拼心拼命为。我嘛感觉讲，迄个新的一代比阮搁较好，搁较强啦国家要交互恁都爱拜托恁啦多谢。好，咱因为时间介晚陈瑞老师你要讲，请讲。我认唔着，我要二大头母，我认唔着即个。好，看到我紧，梁光遐是毋是有要讲话？我感觉咱内底敢为德国的同乡来遮参加？有，较拄迄个
威廉敢是进前有做，伫德国吼？对对，嘿，进前伫德国会长，嘿，啊，毋过伊敢若袂当讲威落廉，线咯。你甲因讲几句啊？吼，讲咱台湾囡仔走去德国参与啊，吼，威啊，你也廉敢若落毋知有啥物？线咯呢？按德国的角度，德国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即个代志，敢会当？伊即马无伫遮，要伊离开落，啊？嘿，落线，啊，嘿，可惜。讲啦，阿官讲啦，啊，阿啊，关，嘿，啊，欧人洲人我是呢？我是瑞士，我毋是德国，我是感觉。水事，就是较拄仔迄个阿伟啊有讲着，就是讲伫现场啊，就是足侪有志拢是为着咱即个地球迄种环保的理念啦、永续的理念，我感觉这真正做好，因为我家己嘛是足注意即种，我是 vegan 啦，嘿，啊，就是嘛是食素要救地球的，嘿，啊，就是我感觉若是会当拄着安尼足侪有志的哦。真正足好诶！我唯一上届有亏欠的，就是我若为着要转来我的故乡台湾，爱坐飞轮机啦。啊，毋过我即届因为疫情，我要3冬无坐飞轮机，安尼算讲有帮衬一寡安尼。安尼，梁光兄，你敢有要讲啥物？安尼迄个，请多谢大家来参加啦吼。啊，咱可能剩3分钟，咱9点吼准时来甲结束啦吼。咱这时间9点，吼，佫剩3分钟，所以若也无机会，感觉讲哦，你拄则拢无机会讲着吼，你着免客气，麦克拍开着直接讲哦，啊，毋通超过3分钟啊。敢有人想要佫提问诶？我要请问吼，迄个我问着阿勇的福气哦，我嘛是宜兰人啦。啊，我会记咱迄个宜兰拢叫你阿勇，敢是？其实阮兜无人叫我阿勇，叫你阿勇啦。这嘛无，因为阮阿妈拢叫我阿妹，所以阮兜所有拢叫我阿妹。啊，我是后来我即摆去德国，就是有拄着师啊，因为因讲就是我的用是青啊迄个，就是青啊迄种树啊的用。宜兰就叫做榕仔树，榕仔树。榕仔树用个名是应该吼，正确发音叫做阿榕。有 J 的音啦。有迄就是J 的音，有可能，因为我即摆其他人就开始叫我阿晴。这就是叫华语的影响去，叫华语影响去。对，阿勇，你甲我名共款，我本来的名是景勇，共迄字勇。哦。嘿，所以你甲我有共一字，嘿，读做勇，嘿。系啊，伊是用哦。细汉时阵讲俩种讲是，甲先是。我阁有读过另外一个音，啊，后来发现毋对，若是用华语来读，迄个字爱念做用。哎呀，哎勇。请教恁两个吼，恁两个台语遮尔顺吼，诶，理由是后来才学呢，还是自细汉的时阵受家庭影响？我是感觉我是家庭啦，因为我甲阮阿公阿妈住做伙。啊，阮阿嬷只会晓讲台语尔，啊，阮阿公是讲日语、讲台语、讲一丝丝仔中文，所以我甲因讲话一定爱用台语讲。啊，细汉时阵其实讲甲可能讲甲较认真，因为逐工拢在讲，啊是大汉了开始可能出去读册还是啥，转来是就会一丝丝仔就会开始袂记哩啊。因为我感觉就是为囡仔的时阵开始就伫一个逐工拢爱讲台语的环境，真正差足济。像你下摆吼有家庭的时阵，你会想讲要甲你的囡仔讲台语？会啊，会啊，安尼一定会。啊，你朋友的中间啊，同学吼，中间是毋是有人会甲你讲台语无？就是阮即届同学内底有几个是台语袂歹，啊有另外一个是婚林人，啊伊就是伊甲台语留落来当做是伊的信念，所以伊做的所有代志拢是在保存台语、保存台湾文化。啊，阮若是咧开讲是啥，就是拢尽量用台语咧讲话。啊，亲像我有一寡阮系主任，佮我进前做专题老师，因是台语拢足认同的人，所以阮后来就是有一个，阮就决定讲要讨论的时阵，若是会当用台语，就拢尽量用台语讲。
无赞诶！阿伟卡多啊，你对对讲卡多啊，你我也会讲我其实是平常是无啥咧讲台语啦，我是因为我住恒春我阿公阿嬷是住伫高雄，就是可能一个月等于一摆、一两摆，就是迄阵就是听咧安尼，无讲甲伊练转，所以较歹势啊。安尼啊，尾啊，出厉你台害的呢，语安尼算真好啦。足好的呢。你啊有淡薄仔家己较有自信去讲，愈讲愈好。嘿，对啊，问你一个问题吼，你今仔日咧讲恁的迄个外墙的迄个 tile 吼，迄个嘿，瓷砖吼，是对对，会当变色，迄是毋是嘿，恁的发明？是，嘿，哦，恁敢有摕专利？无迄个即摆袂使申请专利，因为伊佫有足侪物件未研究好。哦，要毋过因即摆就是伫做迄个发明的同学，甲先有想要继续研究落去，所以有可能因为即摆就是足侪人拢足介迄会变色的态度，所以介绍嘛有有工程也是公司有来讲，若是阮真正会当发明成功，会当量产，无得卡因不了有兴趣。要毋过迄个产品迄即摆只会使讲是一个作品尔，袂使讲是产品。伊离产品佫有足远的路要行。你是毋是会使拜托厂商甲恁合作去发明？亲像讲这嘛变做讲台湾之光嘛吼，所以真好啊。应该是有可能，就是迄块泰路伊后壁要固定的塑胶板啊，是甲塑胶中心做伙合作的。迄后壁做的材料，佫有要安怎做，佫有回收的代志，拢是塑胶中心，佫有另外一间塑胶公司来处理的。迄个变色的泰路的一种原料是台湾的原料。要毋过即摆阮介先是要甲因谈合作。毋过对方无答应，所以迄是阮买的。以后若是要继续，可能就是爱搁转去讲看卖，看因要爱无。要么因为阮两个嘛毋是迄个创新材料做的，所以即摆毋知影因到底上新的进度是啥。要毋过我是有听讲因会继续研究迄个。宜兰博物馆吼，宜兰博物馆有一个石壁吼，石壁先雨啊滴落的时阵哦，雨较大，雨较细，日头暗时吼。伊个石壁色拢无共款，变做一个水墨画啦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建材哈。南洋博物馆。博物馆。恁是偌久比赛一摆？正常来讲是2档一摆，所以即马要毋讲因为即届2022年，所有可能有法度比赛的队伍拢已经去啊，所以原本其实2023年有一摆比赛，迄摆就直接取消啊。阮比赛了，即马是因咧选2025年欧洲杯会有后一摆。到先城市的报名是到今年12月初1。后来因就主办人就开始选讲后一摆要办伫倒一个国家、倒一个城市。要毋过2025年会有后一摆的欧洲杯。所以迄阵我敢袂使参加就毋知影。哦，迄就是讲新的一摆。会想要搁去啦，对无？TDIS。系啊，到时阵才搁去看。希望迄个先共款有像恁遐好诶讲台语诶导览。希望。迄个时阵真正足感动诶，去到遐，我就问讲，敢有人会当用台语来小解？阿伟伊就冲出来讲，我是恒春人。无迄。好，安尼咱即马嘛时间足晚诶吼，台湾时间，安尼咱就多谢大家哦，吼，咱有机会再来交流。嘿，所以我讲一个感想啦，吼，我是感觉讲，咱设定讲台湾的大学生可能无可能讲台语来讲专业吼，但是咱今仔即个会吼，咱拍破迄个设想啦，好，安尼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花时间来参加，好，多谢，拜，再会，大家，中秋快乐，新年快乐，可以。